咁最近咧就喺義務工作上面咧就犯咗一個小錯嘅。咁本來以為道歉啦、檢討啦、加改進咧就得㗎啦，點知仲係遭到客訴啦。正好可以實戰示範 AI 點樣幫我處理呢類客戶服務問題，即使面對攻擊性語言都能夠保持專業。咁先將內容咧係交俾 AI 啦。請佢咧幫我重寫出一個更專業、更合適嘅回覆。對方若果仲唔滿意，我可以將對方嘅回覆同埋我想表達嘅重點咧，通通交俾 AI，幫我整理出一個有理有據嘅回應。咁樣嚟嚟回回幾次咧，AI 都能夠幫我保持專業，減少我情緒波動，仲能夠保護公司形象。如果冇 AI 呢種情況之下，要一直壓抑情緒、組織語言，真係好攰。有咗 AI 就好似多咗一個專業過濾器，等我可以冷靜又堅定地處理每一次挑戰。想知道我實際點樣操作？點擊下方連結，留低你嘅電郵，我會將完整 prompt 同步驟免費分享俾你。我哋仲有更多 AI 自動化課程，教你點樣用最少人手拓展全球生意。